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上卷第12章。罗波安去示剑，因为以色列人民要伫遐设立伊做王。以前尼八的囝耶罗波安为着闪避所罗门王，走去住伫埃及。耶罗波安还伫埃及的时，听到罗波安做王的消息。以色列人找人去请伊倒来，耶罗波安就甲以色列会众来见罗波安，对伊讲：你的老爸互阮白当会担，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，减少阮的苦工，阮就服侍你。罗波安甲因讲：恁倒去，3日后才过来，人民就倒去。罗波安的老爸所罗门还活地的时，有元老服侍伊。罗波安王请教因讲：恁有甚物计策，我通回复遮个人民？因应伊讲：今仔日你若愿意做遮个人民的仆人，服侍因，用好话回答因，因就会永远做你的仆人。毋过罗波安拒绝遮个元老互伊的计策，去甲遐个甲伊做伙大汉服侍伊的少年人参详。伊甲因讲：遮人民有对我讲，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。当恁有甚物意见，互咱通甲因回复。遐个甲伊做伙大汉的少年人甲伊讲：遮个人民对王讲，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。王就安尼应因讲：我的马仔比我的老爸的腰较粗，我的老爸互恁白重会担，我要互恁搁较重会担。我的老爸用鞭刑罚恁，我要用铁刺的鞭刑罚恁。耶罗波安甲众人民照罗波安王的话，伫第3日倒来见伊。王用歹声哨引人民，伊毋听元老互伊的意见。照少年人的意见对人民讲：我的老爸互恁白重会担，我要互恁搁较重会担。我的老爸用鞭刑罚恁，我要用铁刺的鞭刑罚恁。王毋肯听人民的请求，因为这代志是出自上主，要实现上主通过示罗人阿姨雅对尼八的囝耶罗波安所讲的话。以色列众人民一个知王毋肯听因的请求，就对王讲：台北的王国阮无份，亚西的囝甲阮无关系。以色列人啊，恁拢倒去恁兜，当大家恁家己顾好。对安尼，以色列人拢倒去因兜。毋过，罗波安犹原做住伫南部犹大地区的以色列人的王。罗波安王派监督强制劳工的阿多兰去以色列人遐，以色列人民用石头甲伊钉死。罗波安王就赶紧上战车，走倒去耶路撒冷。对安尼，北部的以色列人反叛大别家到今仔日。以色列人民听到耶罗波安倒来，就找人请伊去全会众面前，设立伊做以色列人民的王。犹大支族以外，无人缀大别家。罗波安到耶路撒冷，就组织犹大家甲便雅悯支族特选的战士，共18万人，要甲以色列家交战，互规个王国搁归属所罗门的后代。毋过，上帝话临到
上帝重用的人是玛雅讲：你去甲所罗门的囝犹大王罗波安、犹大甲便雅悯全家以及其他的人民讲。上主安尼讲：你毋通去甲恁的兄弟以色列人交战，逐个人倒去家己的厝，因为即个代志出伫我，因就听叹上主的话，倒转去。亚伯安伫以法莲山区重建示剑，住伫遐，后来离开示剑，重建比罗以勒。亚罗波安心内讲：呾即个国毋知会阁归属达味家袂？遮个人民若上去耶路撒冷，伫上主的殿献祭，因的心会归向因的主犹大王罗波安，因会甲我杀死，搁倒去归属犹大王罗波安。王甲人参详了后，决定制作2只金的牛仔，就对人民讲：恁去耶路撒冷敬拜伤辛苦，以色列看，这个是带恁对埃及地出来的神明。伊下一只伫伯特利，一只伫但。这个代志，互以色列人民含落做，因为因去但甲伯特利拜金牛仔。王伫山头起殿，设立毋是利未支族的人做祭司。亚伯安学犹大定做期守节，毋过将日期定伫8月15，搁伫祭坛献祭。伊将所设立山头坛的祭司派去伯特利，家己嘛去伯特利献祭，互伊所铸的金牛仔。伊伫8月15，就是伊照家己的意思定的日，去伯特利，伫伊所去做的祭坛献祭。伊甲以色列人定做期，搁伫祭坛献祭烧香。